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法国出名世界的摄影师布列松，原定4月要来台湾展览伊到中国拍摄的作品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到即卖才总算把作品运到台湾。透过伊的作品，会当看到中国近代的历史甲城市的演变。 国共内战期间，中国钱无记得，学生加上加入抗议。法国摄影师布列松用相机记录历史性的一刻。我们常常说有所谓的黄金分割或是黄金比例，其实，在摄影里面，布列松他把这个技巧运用得非常的完美。经过运用视线交切手法，引导观众甲相片产生对话。法国摄影师布列松伫1948年到1949年以及1958年有2摆去中国。 翕到政权替换甲大跃进时代影像，这电影依照时间甲布列松旅行的路线，用历史事件设定相片的主题，显示无安定的时代。我们希望观众呢，能够跟着布列松的脚步，重温这10个月他在中国所走过的每一个城市。 布列松在生时捌讲过，每一个人拢会伫发现自己同时，嘛发现外在世界。所以讲，伊上界关心的是快门的瞬间。顶真的摄影意念，伫重大改变的时代下，嘛建立布列松报道摄影大师的地位。